家门，他与你，我心常待远好，思今为官贵几句，是谈得意用了，朝廷从头须检挑，百姓期盼更为要，胸襟盼望连为本，为民请你莫自劳，须为这千古风流豪迈词，归去来，两袖清风当红笑。哎，喂，醒醒！大家听着，杜为府有令，为迎接新太岁到城，严查生等与人为匹，陈我城不得靠近玄龙亭。是。军爷，让我们过去吧。管好了，不能放逸。听着，沈将军在玄龙亭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，你们这里可是新太守登上归集这块风水宝地的第一关，千万不能出差错。请我仗着夜景点，太守的官员一到，马上通报。是。请问这顾生是？杜为府要请到警戒了。还等我们连生意都做不成。
生。嘘，我搬着暖上是为了好照顾你，你不要随口一叫，入了隐藏。前面怎么在敲鼓啊？听马王爷管事说，杜为府要请到进节了。杜为府，兰玉，母亲的官算就要到了，你陪我在街上走一走吧。是。哎，二位客官，不要往前走了，前面过不去了。哎，走！千万不要过去啊！王夫人，小心！好，慢点。老夫人，太岁大人他骑马先来了。哦，老夫人，请走吧。走。君爷，我们还要进城做生意，什么时候放营啊？是啊。邢太岁什么时候到，就什么时候放营。那怎么办呢？我的鱼虾要烂掉了呀！要烂掉老兵了！回去。哎呀，君爷，我们过去吧，君爷。钱总管，这些人怎么还在这里？你这个废物！邢太岁马上就要到了，你赶紧派人去请到。走。废物！君爷，放我们过去吧，求求你了，君爷。大僧，放我过去吧。你眼睛瞎了，听见了，不能过去。大僧，我爷爷病了，我要去买药。那也不能过去。大僧，请你放我过去吧。你再闹就把你抓起来。大僧，听到没有？拦住他！快拦住他！抓起来！就抓住他！放开我！请问这位是多位府的总管？这位总管，小姑娘买一句人，还是快让她走吧。你是哪里来的？今朝是邢太守刀神之日，唐虞孙色，才这废小，难道为了一个太岁先生，连百姓的命都不管了吗？你这个人拉撒蛮多，傻瓜孩子，去！你大人，求求你，就放我过去吧。不行，你们还缠着管什么？带走！放开我要替爷爷买药。我的姐，兄弟们，你们死吧！走！你们怎么可以这样？他还是个孩子啊！你们太欺负人了！你们要遭报应的！文章，你们等刁民，再管58道，就把你抓起来！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孩子啊？抓起来！我看哎呀，不好，就家你管捣乱！我没有捣乱，捣乱的是你！犯了！你管是我捣乱，今朝绝不放过你！来人，将我抓起来！你们不为不挣钱啊！不让我们这样！
怎么回事？大人，这个调度骚乱出去，进入乱黑酒家。哎，皇上在哪里？你究竟什么家？你们有眼不识君啊！啊，他是皇上在他旗下，虚实万岁，压下去！慢，虚实万岁的正是你们。请君言，无下生来仔细教，苦宽见不顾前壁满地爬，一妹妹去都是朝廷都上，上珠玉光灿灿，皇帝圣号见圣号又是见圣驾，真诚心真诚切大算无恼。官家为何不抓挠？一个个金船旁边冷眼瞧。实为那新任太岁来自小，今天一奔走，见夫妻不讨。哎呀，身上啊，他们成奸成恨。两张脸，当年虎盘山被受当朝，我救家来自在你当门内孤身魁地，四片破衣丝龙袍。请对对讲，请你，哎呦，你也就是了，你这个废物，滚！你个废物！你与我抢什么抢？我没有抢啊！中国，no！ 中国，滚！那一文不少，快走吧，别在这里添乱了。谢谢你们了。哎呀，两位祖宗哎，这家一聚了啊，节一完了，你们怎么玩不走呀？哎，大婶，你看，大婶来了。喂，赵四啊，靠边，靠边，靠边，再靠边，再靠边，转过去，转过去，转过去啊！听到没有？回去读卫生操。
要恭迎刘太守。老身是刘聪的母亲。老夫人，请问刘大人？哦，刘聪他骑马先来了。先来了。哦，恭迎老夫人。哦，多谢孙大人。哦，夫人啊，我是总管必须接啊！老身眼力不好，失礼了。哦，老夫人啊，这位才是都尉府的审察将军。哦，多谢孙将军。老夫人，请走开。老夫人，多小心啊！多谢了。孙将军，你们怎么还不走啊？母亲，孩儿在此恭候母亲。啊，聪儿啊，你们先到了。我们到此已经都是了。啊，母亲一路辛苦了啊！老夫人，兰玉，哎，老夫人这边坐吧。好好好。请问你是？在下就是新任归期太守刘聪。刘聪，刘聪，哎呦，兰云，拿引荐来。不用了，正朝拜见刘太守。拜见刘太守，怎么回事啊？贵姬夏日国运怎么不来迎候太守大人？是下官还告他们不要来接的。啊，在下实则未能接日公儿。哈，没有那么严重。下官骑马先引，正好图一个食材，有劳都尉原因了。刘大人一路劳等，请先到官衙歇歇。请。刘大人啊，正照朝廷旨意，在你上任前，归集军云闻都尉府沈大将军暂未代官。听闻大人上任，沈将军满心期盼，特意安排盛大的欢迎仪式。哎，快，多名设下，先人问安啦。啊，新太守到任，这栋红日高升，贵姬万民欢腾。当时无事，都尉府与机务迎宾馆19接风，一日冒日气，贵姬所属各院，修于阳山楼、北西楼、望海楼、中古楼、朝阳楼、七星楼、十杂所，9夜迎接太守。外间张灯结彩，得待唱戏，与民同乐，7天7夜。接下来，沈将军陪同刘大人驾临各院，视察。这文安交接太守生要偏辞了。不是你。刘大人，请升药。好了，听得我眼面前惊心出毛，这几代排场太过招摇，初来乍到各分莫今朝还能所见，一改面了与文安，到此不养情你为好，有你那我是为登门靠教，本上有小脸名字陈太守，这真是规矩不分与荣耀，几年来玉帝开荒土2天，
的身段，在朝时也了文规矩与良人，开皇帝征赋税，叫么钱粮多几倍，看起来神朝又能有为这不过接风何必非钱拿在身段一片诚心我自想，初上身又何必美酒佳肴，烦恼你出去玩耍千百夜，待刘聪把心人家饥寒保暖分一遭。老张头，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吧。自从邢太守来到我们贵济后，都尉府就传话下来，禁止我们江道村的百姓进城。如今他们在下山的路上设了关卡，今天恐怕我们连这座山都出不去呀。那些官家别等我们追退无路。不管怎样，我们要想办法见见新上任的太守。听说新太守上任3月来，为民办事，为官清正，不与那些贪官污吏旧虐来往。看来我们的冤屈由此可生了。爷爷，那我们走吧。老张头，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。就算有朝一日我们真的见到了邢太守，他会相信我们这些江道村里的强盗说的话吗？他们凭什么生我们是强盗？到底谁是强盗啊？总管，大人有话请讲。这3个月来，都尉升朝也是出力不少啊。看起来沈都尉真是个关联之才。怎么，你也觉得他是个关联之才吗？你总是当众夸奖他，他真有这么好吗？那你觉得呢？孙朝这个人，对人毕恭毕敬，凡事灵应别重。不过我看他有时言声有意，有意有旨，不知哪里有些不对的。都是贵济有个能干的沈都尉，退官3年，上报朝廷的赋税却多了1倍，成绩飞跃。但细细观察，我心里却有些疑问。你讲给我听听。刘聪一直都说我是一个关联之才。钱总管，你说他
真的会这么想吗？大人年轻有为，气宇非凡，怎一个官吏之贼能概括得了啊？吕聪的才能在大人之下。刘聪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。钱总管啊，你可要把他看好了哦。大人放心，这个刘聪上任3个月，除了游山玩水，别的什么都没干。大人，请。游山玩水，他这个诡计太守倒是有些市场。那深藏号称爷爷大开口，因此让上交夫婿都顺着。我查知前人马着早肯慌着，多宝的证据出夫人，你注意到了吗？有多次一帮破衣烂衫的百姓在关押前是有冤屈要诉，等我闻声约信他们之事，却已不见。这么巧，几次寻访都不能见。是有些奇怪。待我越深入调查田美夫婿那沈朝宗是推山做事，并着他今日遭遇，与其实是在领路，我困是在监督。意思乎太岁大神只好瞒着上下，微服私访，偷偷地爆料出来。嘿嘿，此我在夫人也。上山的路不好走，夫人，你还是先回去吧。那你呢？我区区受回。小心点。到了，到了。爷爷，你慢一点。军老爷，军老爷，你们这些人不在强盗城里待着，跑出来干什么？军老爷，请命了，你总得让我们魏城去祭奠祖宗吧。是啊，魏城，好啊，那就先交费啊。好，一人一文钱，一人一文钱。赔死了，涨了，一人3文，喏，9文。怎么说涨就涨啊？这是对付的新规定，脚不差，休想从这里过去。你看，我明白了，你们设下关卡，就是不想让我们去见邢太守。明白就好。沈都尉早就知道，你们这些人必恐天下不乱，想到太岁那里去高唱，是不是？你们不管让我们去见太岁，是做着心虚吧？子亏！你不要经久不前，去吧去啊！回去，未到3里不许出来。你们欺人太甚！我们这把年纪会做强盗吗？叶连城是我们的家，我们要回家，我们要回家。你作死啊！小强盗！呸！我们不是强盗派，你们才是强盗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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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君息怒，莫看小孩子一般见识。想跟我闹？
君爷高抬贵手，我们回去，我们回去。也再想回去，完了！你们还想跟我闹？哼！带走！这去！君老爷，你是哪路神仙蹦了出来？我啊，君老爷听了。在下山东刘阿强，银缕匆匆为君上，本听太岁是老乡，得到贵的跑担当，常言道后为贵，能帮臣子切香拉帮，这老老少少相为家，为我君也没商量。魏晋这块土地上与你抢实权，你会答应吗？保了魏不动，就算他有3腿老兵，我也让他插翅难飞。你是太岁的老乡，君老爷，小孩子说话总是不当真的，你就不要和他计较了。与你啥相关了？天上掉下个刘阿强，这水倒是没茶法。好，既然你是太岁的老乡，今天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就放了这个小东西。来，放了。爷爷，上次金针梅芽就是这位大嫂帮我的。哦，好人呐，你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。不要看，走开，走开！老东西，今天对你客气了，回去，回到山里不许出来。君老爷，这些老百姓为什么只能待在山里呀？阿强朋友啊，你说是太岁的老乡，可与太岁认识的呀？他是个当大官的，我只不过是个小老百姓。不官子也了不着，了不着，了不着。那我就告诉你，这是我们孙都尉下的令。孙操，你这个了不着的，就不要多管了。君老爷，你们这样对待老百姓，被刘太岁知道了，岂不要怪罪孙都尉吗？
只要这些刁民见不到刘太守，那刘太守是绝对不会知道的。只要他们见不到刘太守，那刘太守就什么都不知道。那当然了。阿强朋友啊，我看你对这些刁民不要太好心了。我们深度为实了，里面这些都是弱民，要严加防范。军老爷，我是个做生意的，想上山去看看，有没有钱赚呢？山里都是些穷老百姓，你可不要进去啊！山里是个强盗城，强盗城。你们做生意是不会懂的，做官的都有诀窍。诀窍？做官不用愁，个钱权两水抓，上得线，下身架，对上爬，个对下压。上司来了死的话，百姓头上狠狠挂，狠狠挂。看看前生马正太守到贵籍，不去巴结上司，埋头修什么建屋啊，开垦什么盐田，落得个穿凿剥皮的下场，这可是前错之鉴呐！原来是此啊！本来是此嘛。那你们生多位呢？天色不早，你还是快回城里去吧。哦，那你们呢？我们啊，到永乐城吃老酒去。对吧？强盗城。今日令避开都尉私下议，亲眼见可立残暴欺百姓，那君子言子算说明得意，老于悲愤难言，继续恨讲起来山里深处有一情，江道城却是那古潭深邃，曾经言月风高胜不知，刘从我到长生山查究竟。老公，哎呀，夫人，你怎么又回来了呀？你个人进山，我不放心你，我要陪你一同前往。你快回家告诉母亲，生我今晚有事不回家了。不，我要陪着你。来，一见相随，虽是亲呀，天亲地亲，深夜亲。
冷啊！哎呀，夫人，你跟着我受苦了。你看，下雪了。山下雨，山上雪，清明的雪夜格外冷啊。宁喜得聪儿不分真假夫，为官清廉神听真。此生有喜有欢，阴晴圆缺难定定。怎么为了他来做人？哦，快有请！此时来，是圣朝强硬侵转阴殿城，把你们关进了深山之中。是啊，大人啊，他奸人马正太岁之父，修草建屋，拦了海水。为了将盐滩改造为良田，马太岁大大鼓励百姓耕种，千辛万苦建起了一个盐田城啊，还免去了臣民的负债。谁知一个视此为民造福的马太岁，因得罪权贵，功臣之臣，还有归计之后，以我们不交赋税为由，派官兵将准了盐田城，把我们关进了深山。看看盐田城成了孙朝的功绩了。明明是官家抢了我们城，抢了我们的地，反胜我们是强盗。是啊，反正我们是强盗，逼得我们3年来无家可归，无路可走啊！沈将军，什么风把鬼卡吹来了？老夫人，末将平日总想登门，只是刘大人年纪隐退，连登门拜访
方也推之再三。今日做了个不速之客，老夫人不怪吧？哎呀，沈将军却真团我，哪有怪罪之理？只是我尚未回家，只有老身想对了。怎么，大人不在家中？是啊，他生子以来生日繁忙，常常深夜才回。深夜才回？那此刻夜深雨间，他回到哪里去呢？哎呀，真叫人担心呐！沈将军，你老夫人，早闻刘大人的笑脸是八官之楷模，没讲完听说，时至今日，老夫人还时常为刘大人梳头呢。是啊，这孩子再大也是娘的心头肉，从小到大都是我接他梳头，还接他唱歌。哦，青纱娇哎，白纱娇，小囡囡哪里去了？落雨天黑了，鸟雀归了家喂。小囡囡，侬不要跑快回来烦死了。好过母子情深，天伦之乐，令人羡慕啊！哎呀呀呀，这沈老拉就是啰嗦，让将军见笑了。哎，老夫人，沈超就是喜欢听老夫人的教诲。老夫人，请。啊！沈超代官诡计3年，上报赋税大臣，原来都是假的呀！是啊，大人啊，今日我交到大人手上的这份账本，是沈超代官之初诡计真正的赋税账目。当年经受的列国，不明不白陪审害死，临死前将此账本灭藏在我身上。大家都希望有朝一日能真相大白，铲子那些贪官污吏呀！大人，只有这铁证才能把孙超告到还我们延年城呐！是啊，还我们延年城啊！老人家，多谢你将这财政交付于我啊！兰云，大人呐，前些日子乡亲们当鱼困见芦苇当中，一些官兵偷偷地往船上装运财物，我们当听到是都尉府要接上头送礼呢。哦，此事要即刻查实。老人家，延年城之案定算早作答复。老夫人，刘大人废寝忘食，勤于公务，叫人钦佩呀。这是贵济这个地方，困是风平浪静，其实危机四伏。你要劝告太岁大人，切莫单枪匹马，多盾多引。一来为太岁安慰猜想，二来他四顾历代也办不成事啊。有什么难处，只关于末将商量，我们一起过。我把他深知3年，深人历练，稳稳当
大。老夫人，你那大年纪还自己文不以上，真叫人于心不胜呐。老夫人，今天没将完给你带来了礼物。老夫人啊，这些可都是沈大人孝敬你的，你看。哎，小小礼物不足挂齿，这是没将的一片孝心呐。沈将军呐，这一片孝心太贵重，可惜老身不懂啊情。你可知我平日常把乱冲去，为官人莫团莫称是根本，一分钱也不能来路不正，一分钱也得要干干净净。哎，老夫人，你那回去吧。我将听从老夫人教诲，告辞。刘聪心中有愧，正是官府所为，害他们受苦受穷。我定要为他们解决冤情。好太守，好太守啊！
爷，爷爷，来，老人家大人呐，这是我小孙女种的，你下山路上带着吧。你可不要厌弃哟。小孙女啊，先接太岁大人做几个，路上带着去。你们走。大人，你不要急嘛。钱主公，你是怎么判？大人，他不一定去了江道城啊。他要是去了你，这大人找到了没有？没有。笨蛋！七岁当生理上，泪水纵横你脸庞，看你爬房思念伤交成心酸又惆怅，我一回未能及时来团访，害你们独枕辛劳与悲伤。更不能为报死那么天亮。当官也是人，有爹也有娘，百姓生来百姓养，总父老与母亲人一婆娘。你们的冤情我记心上，刘从我定将此案查断强。举目思亲手为儿理发丝，多少年母子情深长相依，老娘亲亲手为儿理发
刘聪找到了没有？他已经为夫了。聪儿，这多少年，娘家的梳头总是一丝不苟，纹丝不乱。是一丝不苟，纹丝不乱。娘叫你为神，也要如此。孩儿从来都是遵循母亲教诲，谨记不忘。只是你如今做了地方遥远，只怕母亲难道还信不过孩儿吗？母亲，母亲里平生耳旁，藏青丝，有前言观点团也莫观情，前不起身难正，身不正后将子，一问夜里不答应，请把家风儿记记。夫君，都尉府的监总管送来请柬，说今天是孙将军的生日，一定要夫君不暮时分过府饮宴。倘若不去，监总管就候在府中不走了。哦，这场酒宴来得好蹊跷啊！聪儿，我看这酒宴还是不去为好。母亲，今天的酒宴我去。夫君，今晚的酒宴非同一般，事关一桩大案，我一定要去。哦，那你可千万要小心了。兰云，我看你还是女扮男装跟着他，千万不要让他喝多了。母亲放心，去吧。去吧，去吧。这几天我正在找盐田城的张某，深草挺有察觉。他请你赴宴，分明是想团过虚实，你可不能当草惊蛇。哎，我倒是要来一个引蛇出洞。引蛇出洞，让他抽水不进，死对落网。那我陪你一起去。不，我不要你陪我去，我要你带我回。什么意思？你先去告诉钱总管，说我今晚正是赴宴，回来再告诉你。安排好了吗？安排好了。行吧，孙真人真是起航吗？大人放心，一切按计划进行。刘聪，请来了吗？他应该会来吧？他要是不来，我让你自刎。再去看看，再去看看啊！
等刘聪来了，见机应死。是。将计就计，悲悲赞同赞水落石沉，看今夕。他来啦！好你个钱中棍，看我颜色颜字，有数有数，快快有请。是。刘大人，你来了，请，请，请。刘大人，请。孙将军，刘大人。难得有雅成亲自，升官特用英气，总管要呀情生子，颜色故为成亲，明日里属于王儿生千里，红袖成岂能再为生离？正朝三军射程不足年，年轻取定排上定他心，曾经受亲信交代破情义，愿真愿今宵一再走进。生奎里，孙将军一片美人年纪，你我相仿的称兄弟。今日里刘聪不妨来护理，一再放许。怎么，他人破裂？一再放修仇子计。大人，请。刘大人，我敬你。请。钱总管，姑娘们，啥？
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大人，好酒岂能无佳人？本品承劳，本品承。哈哈，好一个本品承劳，本品承。沈将军，你是要拉我下水呀？此时下子又有何妨啊？臣身得以须尽婚，他人今日何妨放浪迎合？你们要是死而不追到，刘大人看不上你们，我就当做你们的腿。还缠着滚什么？是此事来，今日我尚不怜香惜玉，这些似花似玉的小女子反倒要遭殃了。好，那就哼。李大人，请。刘大人，再滚！李大人，再请。沈将军，我有句话想要问你。哎，喝了这杯酒，再问也不迟啊！李大人，请啊！好。大人啊，滚场又来又往，你何必板着脸从不通用呢？将军的意思是，有酒一起喝，有事一起做。你说说，什么事能一起做？老百姓痛骂的事，刘丑我可不管做啊！哎呀，大人啊，有些老百姓一丁点事情不满意就骂声连天，这些话是不能听的。刘丑我想听，也听不到。规矩的路我不说，奸污的水我也不吱声呐。你说说，哪些话该听，哪些路好走啊？太岁大人，你可不能一个人在山里走夜路啊！我倒是宁愿一个人走夜路，也不想和有些人一起做坏事。走夜路，天总会亮的；做坏事，却路一条。什么意思？沈将军不明白吗？你去了强盗村，难道不该去？哎，那些刁民都是亡命之徒，官府辛辛苦苦为他们把盐田开垦为良田，他们却连赋税都不交，这笔账是算不清楚的。对，是一笔糊涂账。糊涂账，糊涂账，糊涂不糊涂？沈将军的心里最明白。今日是我生日，不谈这些，不谈这些，来来来，饮酒饮酒。本将军，贵姬佳娘侧影，香暖地，天下此上都闻名，都闻那名。都只为贵姬节目最留情，
就不是同人。为堂的孙子，即刻启程。有书，我去吧。大圣，家有要事，请你随。礼。今日是本都尉生日，我要与他人品酒，他人不会去了。孙将军，我家大人已经醉了，要品酒，我来。孙将军，感谢宽待曾经啊你，蓝云锦酒你莫辞，深深得意须尽欢，何妨一醉长戏。大人，好厉害的跟班呐！这是我娘舅的外孙的当阿弟，专门派来管我的。今日在都尉府，你就不用管他了。来，这接他人斟酒。大圣，你不能这样啦！吕聪，他你管这户老爷的名字，你不要命了！老爷，我今日偏要和他个酩酊大醉，来倒酒。你姑姑来，你姑姑。孙将军，你再让大人喝酒，要出事的。能出什么事啊？你说说看，能出什么事？孙将军，太岁家中结发权，活动时候最凶悍，深夜不见丈夫面，定算上门来纠缠。那时间一场闹闹的欢，乒乒乓乓都打乱，只怕是欢欢喜喜情愁淡，到后来不欢而散，手上难。哎呀，是啊，我那其实凶是凶的呀，不讲道理，胡搅蛮缠。不过在都尉府中，我怕他这是，莫非他想把我拖回去不成吗？嘿，我还要一见相随，虽是情缘，天经地义，深夜情。一见相随，虽是
我那气势，凶是凶的呀，不讲道理，无巧蛮才。不过在都尉府中，我怕他这身，莫非他想把我拖回去，不成嘛？嘿，我还要，大人，你不能追，你家中还有事。哎，糟了，这位儿他真的追成蓝衣了，你是怎么判？蓝玉，就请太岁自在这里，明天一早我送过去。孙将军，你还是把大人送回府吧。要不算少夫人死黑道士当然都为府，我可担得不起呀。好吧，将太岁送回府邸。是。永乐城的老酒好喝吗？大人，快歇歇去吧。好酒啊！哎呀，大人啊，码头上的船就要起航了，你怎么能把它放走了？少根筋！他真的醉了。我会亲自到刘府盯着他。李子贵神风起航，搞！这里有我一封亲笔信，你一定要亲手交接良机。过去，大人放心。你怎么还不走？是。来，去往太岁府。好酒！哎！蓝玉，沈超很快就会跟到这里来。你告诉母亲，就是我酒醉在家不便健康。那他要是不肯追你，那就让他一程登下去。莫想，哎，老爷夫人，你们回来啦？我走了。哎，莫想，老夫人，吃哑巴。莫想，老爷夫人回来了嘛？夫人回来了。哦，那老爷呢？夫人说老爷办要问去了。要问？夫人还说，如果有人问起老爷，一定要是老爷酒醉，在家歇歇。夫人吩咐，今夜一定有客人登门，就请老夫人宽待一番。
有客人登门。老夫人吃哑巴。去吧。老夫人，沈大人在门口候着你。有来作甚？有请。是。沈大人，请。老夫人，沈朝拜见老夫人。沈将军，怎么晚些来我家与我归官呐？我是来看看刘大人，他聚会可还？问他去。我儿就在家歇歇。那么将正好来拜望老夫人。那日老夫人一番教训，使沈朝受益匪浅。沈朝才与老夫人一般的娘亲，时常管教，那该有多好啊！沈将军，你的丧亲，可叹沈朝生来命运不济，从小被亲人遗弃，在马棚里长大，从未上过父母怜爱的滋味呀！沈将军，你也不用太难过，婶婶终于不是意的事。别看我家和家团圆，其实也有伤痛呐。怎么？我一个儿子断了，到现在音信渐无。儿子断了？是啊，很多年了，我时日思，夜夜想，以泪洗面，哭得眼睛都快困不见了。老夫人丢在哪里？我帮你去寻，帮你去找。山东某边。某边？那一年，儿子他爹不幸在战乱中亡故，我带着2个孩子从某边家中逃出，不料中途乱冲得病，我只得将小儿乱用放在破庙之内，背着乱冲去看病。谁知等我回来拥儿他，再也找不着了。老夫人，你那孩子身上可有信吧？雷家祖传一袋牛胚，一块在他身上，一块在我这里。
子里也有一块玉佩。能与我儿重聚，娘虽是死也瞑目了。娘，哦，对了，是此时来，刘聪太守就是我的兄长了。是啊，是啊。哦，儿啊，你说说，我去把你兄长叫出来。你兄长他也想你想得好苦啊。哦，你兄长他不在家。哎，他不是就在回家了吗？连夜派要安去了。派安去了？派什么要安？儿啦，你说说，我去把你嫂嫂叫出来。娘今日太高兴了。说派安去了，派安去了。不对，去码头了。呀！弟弟，去码头了。
要到哪里去？沈将军，我知道你会跟来我家的。刘大人，你不是和贼难吗？是你想让我走，可惜刘聪要么不合，要合起来却也是黑脸。你走，贼我咋不走？是我好让你放心地跟到这里来，害我正好去困困你那满船的金银财宝。满的一船呐，身上那可都是贵气的名字名高啊！好你个金孙脱壳！对不起，坏了你的调虎离山。哼！好厉害的太神，好团心的都尉，苍天只有好事只得。艰难用团夺之国，得饶生子，且饶生亡我刚劲，略发生回来啦！啊，母亲，回来了。夫君，那条船全都扣下了。好，你的夫人，孙将军，蓝云本是太岁夫人。你们，哎呀，你们在说些什么呀？聪儿，来，告诉你一件天大的喜事，我们10月4年的情人找到了。真的，的确2块牛排。弟弟在哪里？弟弟在哪里呀？儿啊，兄长，他是啊，孙操就是你13多年的亲弟弟。夫君，30年了，他受了多少罪，吃了多少苦。老天哪，我们终于团聚了，娘。母亲，聪儿，娘今日太高兴了，这一辈子的遗憾与愧疚，今日终于弥补了。勇儿，娘，这是真的。老娘亲，从我西南四境，怎知他留从我心难平静。13的亲兄弟，终于团聚，这本是天大的喜事，实宽情。有谁知
生草尽是走去铜钱财百姓他才看不清，无法生也难宽越，我岂能因此体无来寻情？越墙射击来挑命，勇儿，娘，忙算计老娘亲，泪眼模糊，父儿亲几盘泪丝线，真心叫他痛杀再是情深，再是情深。今日团圆之喜，你为何闷闷不乐，默默无声啊？虫儿，虫儿，这是怎么啦？母亲，这因孩儿方才盘问一个答案，又在痛惜。什么答案？贵基的一些官员为了踏出攻击，将盐田村百姓早已开垦的良地当着兴许水利新增之地，督报垦荒1万亩，虚报涨定几千名，实地百姓却被关进深山。他们失去富馈来源，要月赋税7万不减，有人告状就被关押禁禁，别的那些走投无路的百姓只好去当了强盗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为公绩，先是才能迎来了朝廷战胜，为地位上下做人送人结婚路成风，为富贵中饱死那还复兴，好脸王争百姓啊，才上来怜悯，富庶之地多期待，渔民只想添渔民，他们是
你扪心自问，你对得起百姓，对得起良心吗？什么？孙操他母亲，孙操身为都尉，推官归计，才子难逃。就这，你明知故犯，怕跑路，用情随同，为保富贵，你拉拢官军，豪强全国；为保富贵，你设法仗义，掌握钱财。故而今晚设下酒宴，企图趁我不备，安置其好。次儿先派人前去查实，将计就计，驾贼离开。孙操以为无事跟来辅助，我却带上精兵强将，查获行踪，不准取财。秦中官为了将功赎罪，将你的财银一一照顾，还交出了一封你给梁冀的亲笔信。这封信言之恶语，难以什么举说。据算恳求梁冀将他随作你子。父亲，孙操啊，孙操，你这丧失铁良的吞国，没有尊严的东西。就这。孙操，我儿，你兄长之言可都是真？我团长枉法欺压百姓，可都是你之所为。母亲，是什么让你成了这个样子？到底是什么让你成了这个样子？我真是瞎了眼了，我可要生你这样一个儿子。多少年思泪涌，泪泪不停。曾留一线希望，本店光明顶。今日最人相见太欢喜，恰不了也让我们更尽心扎西万北，痛难忍。母里里瞎了眼睛啊！
什么儿来盼什么儿，到不是天涯相隔梦相随。汉元配杀新太极，见人前为面自怜去送礼，报这位配官贵姬更威风，从此后花天酒地见陀罗门，上去下无乱云。母亲啊，儿不是此关陀罗少晨曦，少教养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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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擦眼睛。你要好好听你兄长的话，也切谨记听命朝廷发落。倘若有个三长两短，你的家人与我们照顾，你放心，娘一定会好好管教你的孩子，让他们
像你哥哥那样，成为一个堂堂正正、清清白白的神娘。长江断桥外一曲，红水残塘两雨，一归期，种种情雨月诉万绪。七夕一阵，空空一浪，清风一絮，清风一絮。母亲，小心！母亲，前面就要过桥了。好，轨迹虽是桥多，我们家乡也有桥。从儿，你的手下带着勇儿的家眷行为满屏家族，想必已经到了。母亲，想必到了。好。乡亲们，老人家，快起来！起来，起来！大家快起来吧！乡亲们，你们这是……大人，你这就要离开轨迹了啊！乡亲们都来送你了。乡亲，不劳你们相送，刘聪最受不了离别之情啊！大人呐，大人你千万留步，我们轨迹的百姓都要来送你这位好官呐！老人家，心意领了，这是农忙季节，千万不要打扰乡亲们呐！叔叔，这一关节还你的。你们哪里欠我钱呐？大人呐，你怎么忘了啊？3年前在山上你慷慨相望，此今我们怎能忘怀啊？老汉知道大人清正廉洁，不守规则，但这一关钱是要还的，请大人收下吧。不，刘聪是不能收的，不能收的呀！大人啊，你就收下吧，收下。好，那刘聪就收下一份，叫做纪念。大家快起来吧！人呐，你真是个一心为民、一尘不染的好官呐！我们大家都想来送你呀！是啊，送你呀！大家不要再送了，刘聪走了。
见。几年何必要用钱去独自百姓的血汗钱？要往西江水连天，还给三回万顷田。